20年嚟，香港嘅面貌有重大嘅改變。70年代，新界西北地區人口稀疏，大多數係零散嘅鄉村同埋稻田。時至今日，呢個地區嘅人口已經超過80萬，其中大部分居住喺屯門、元朗以及天水圍嘅新市鎮。由九廣鐵路公司營運嘅輕鐵，為區內居民提供主要嘅公共交通運輸服務。每日嘅乘客量平均超過31萬人次，係全世界最繁忙嘅輕鐵系統之一。輕鐵由1988年通車至今，已經服務新界西北地區嘅居民超過10年。輕鐵系統喺呢10年嚟，亦隨住地區人口嘅增長而日益擴展。從1988年只有41個車站，全長23公里，到1998年已經發展到57個車站，路線全長31.75公里。輕鐵系統沿線車站都坐落喺新界西北區嘅主要商業、工業同埋住宅區，十分便利。所有月台均設有斜路同埋樓梯供乘客使用，而月台上亦設有自動售票機以及八達通等設備。輕鐵系統喺規劃初期已經設計出一系列嘅設施，照顧傷殘人士嘅需要，包括喺所有月台建斜路，同埋喺車廂內預留俾輪椅停放嘅位置等。輕鐵係本港唯一採用開放式收費系統嘅交通運輸系統，乘客上車前無需通過閘機。而家就等我哋再深入了解呢個為新界西北部居民提供方便快捷交通服務嘅輕鐵系統啦。輕鐵喺88年通車初期，有70部列車投入服務，每部列車長20公尺，闊2.65公尺，車廂內設有空調，可以載客超過200人。時至今日，系統經過不斷擴展後，車隊數目已經增加到119部。輕鐵嘅車務控制中心負責監察列車嘅運作，確保列車運作安全、快捷又準時。控制中心設有一個電腦化嘅列車資訊系統，中心主任可以隨時準確咁掌握到整個輕鐵系統嘅情況，同時亦都可以同司機保持緊密嘅聯繫，以及透過中央廣播向乘客發佈信息。控制中心嘅電腦系統連接到各個同輕鐵運作相關嘅電腦系統，中心主任可以透過呢個先進嘅系統監測交匯處、架空電纜、列車同埋售票機嘅運作情況，以確保列車提供安全又快捷嘅服務。輕鐵嘅售票系統相當先進又易用，乘客可以喺自動售票機購買單程車票，或者使用儲值電子車票八達通卡支付車資。八達通係一種高科技嘅電子儲值車票系統，除咗適用喺輕鐵之外，同時亦可以適用喺其他大型公共交通運輸工具。喺香港，八達通嘅採用同普及程度可以算係運輸機構嘅一項重大突破。乘客使用八達通乘搭輕鐵，只要喺搭車前同埋落車之後，喺出入站收費器上確認，系統就會自動扣除正確嘅車費，十分方便快捷。為咗確保乘客持有有效車票或者已確認嘅八達通卡，然後搭車，客運助理會喺輕鐵範圍內進行查票，而未持有有效車票搭車嘅乘客將會被票控或者係罰款。現時輕鐵系統沿線共設有8個客務中心，為乘客提供顧客服務。乘客亦都可以喺客務中心購買八達通卡，進行增值同埋查詢輕鐵嘅票務問題。除咗輕鐵嘅服務之外，輕鐵亦設有巴士服務，包括5條接駁巴士線、4條輔助巴士線同埋2條特快巴士線，一共11條路線，為乘客提供接駁嘅服務。輕鐵系統每日運作19小時，共有8條路線，班次係5至11分鐘一班。每日輕鐵系統總共開出2140班車，為乘客提供可靠、快捷、方便又物有所值嘅服務。輕鐵非常注重安全，為咗確保行車安全暢順，
政府委任嘅鐵路監督會緊密監察輕鐵系統嘅運作，而新入職嘅輕鐵司機都需要接受全面嘅警覺性駕駛訓練，以及每年定期舉行嘅重溫課程。輕鐵亦都定期舉行安全運動，透過不同嘅活動推廣安全嘅信息，借住宣傳教育活動同埋推行多項安全措施，輕鐵喺過去多年嚟一直維持一個良好嘅安全紀錄。為咗確保系統可以正常運作，輕鐵工程人員每晚均會檢查路軌同埋架空電纜，而車輛亦都會經常進行維修同埋保養，確保行車暢順。透過不斷嘅努力，輕鐵達至優良嘅服務紀錄。為咗更精益求精，除咗本身努力之外，輕鐵亦都需要不斷聆聽乘客嘅意見，作出改善，以改進服務嘅水平。因此，輕鐵設立不同嘅溝通渠道，包括有熱線電話、客戶服務調查、乘客聯絡小組、定期出版嘅刊物以及流動資訊中心等，同公眾保持緊密嘅聯絡。輕鐵喺1997年獲得 ISO 9001證書，係全球首個獲得呢份證書嘅輕鐵系統。而工程部就喺1998年獲得 ISO 14001環保證書，呢啲係輕鐵繼續提高優質服務水平嘅保證。輕鐵將會繼續實踐優質服務嘅承諾，為咗配合香港未來交通運輸發展嘅需要，輕鐵已經計劃喺天水圍增建2條支線，為2003年底落成嘅西鐵第一期提供有效嘅接駁服務，使輕鐵能夠同市區嘅鐵路系統連接起嚟。其他嘅改善工程亦都包括將部分輕鐵嘅交匯處架空，裝設新信號同埋通訊設備，以及改善車站嘅設施，尤其是係未來同西鐵交匯嘅輕鐵站。輕鐵經已為乘客提供超過10年嘅服務，展望未來，輕鐵將會不斷向前邁進，配合香港市民對公共交通運輸嘅需要。輕鐵會同香港共同邁進，提供安全、可靠、優質以及物有所值嘅鐵路服務。